呢個咧係一個新書發佈嘅講座，嗰本新書咧叫做《萬族一本聖經科學種族與文化》。呢本書咧係一本英文嘅翻譯書，翻譯嘅書名咧叫做《One Human Family: The Bible, Science, Race and Culture》。我哋咧都可能知道咧，我哋有語言啦、基因、文化同宗教，可能好多嘅種族好似分散嘅線索。其實咧都係指向同一幅嘅大圖畫，人類嘅多樣性同聖經嘅真實性係彼此呼應嘅。呢本書咧以真實嘅研究同真實嘅故事帶你去跨越各種嘅議題，例如我哋會睇奴隸制度、智商、種族同原住民等等嘅問題。等你知道科學同信仰點樣喺人類起源上面匯聚成一條清澈嘅主線，等你重新理解我哋係從邊度嚟，亦都理解我哋點解如此不同，點解又如此相同嘅。使徒行傳17章26節咁樣講，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種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哋咧將會有一個新書發佈嘅講座，呢個嘅講座叫做《萬族血型真能源自一對人類》。呢度講緊嘅一對人類，當然就係亞當夏娃。呢個嘅講座，我哋將會去探討唔同血型究竟有咩分別呢？血型係點樣遺傳嘅呢？點解要有不同嘅血型嘅呢？第一條問題，唔同血型有咩分別呢？可能我哋都大約會知道，人呢可能會係有 A 型血啦、B 型血啦、O 型血啦同 AB 型血嘅。究竟唔同血型呢四種基本嘅血型究竟有咩分別呢？喺探討之前呢，我哋都要認識一位非常之著名、相信聖經、相信創造嘅科學家，佢叫做雷文霍克。佢係一位荷蘭嘅顯微鏡學家，亦都係荷蘭改革宗嘅信徒。佢係第一個發現細菌嘅人，亦都係第一次用書面去描述紅血球嘅人嚟㗎。雷文霍克喺1674年第一次用書面去描述紅血球。雷文霍克喺利用佢自己設計嘅單透鏡嘅顯微鏡當中，首次觀察到血液當中嘅小球嘅觀察結果。佢用嘅顯微鏡呢，就係右手邊呢個嘅顯微鏡，佢會用兩塊玻璃鉗住個 sample，然之後夾喺呢個嘅顯微鏡下面。就好似佢中間嗰張圖咁樣，雷文霍克會係咁樣望落去，就會見到一個放大嘅影像。左手邊呢個呢，就係雷文霍克當時係要用手繪去描畫低佢睇到嘅一個放大嘅影像嘅。左上角嘅係白血球，中間嘅係紅血球，右上角嘅係酵母。左下角嘅係精子，右下角嘅係細菌。雷文霍克會認為紅血球咧，佢會形容佢描繪呢樣嘢咧，會係喺第一次咧發佈俾倫敦皇家學會嘅秘書嘅一封信入邊去形容嘅。之後喺1674年喺倫敦嘅皇家學會嘅哲學會刊入邊咧，首次發表紅血球嘅觀察結果嘅。佢會形容呢啲嘅紅血球穿過小毛細嘅血管同埋動脈嘅時候，呢啲紅血球咧係非常之靈活同柔韌嘅。經過呢啲咁狹小嘅通道嘅時候，會變成橢圓形。佢哋進入咁大嘅房間嘅時間咧，會恢復翻佢哋圓形嘅形狀嘅。微細嘅嘢咧，其實都有大細之分嘅。最大嘅微細嘅嘢咧，就係人嘅頭髮，大約有50至180微米；沙子有90微米，鹽有60微米，白血球有25微米，花粉有15微米。
細過10微米嘅嘢呢，我哋就肉眼見唔到，我哋需要用顯微鏡先見得到嘅。例如 PM10，即係10mm 嘅塵，紅血球7至8微米，飛沫5至10微米，PM2.5嘅塵都係需要用顯微鏡先見得到嘅。再下面框住嘅就係細過1微米嘅嘢。細過1微米，1微米咧其實等於0.001毫米嘅，非常之細嘅。細菌就係1至3微米嘅啫。我哋可能喺之前呢個嘅啊情況之下，我哋曾經經歷過冠狀病毒。冠狀病毒咧係比細菌更加細10倍嘅，只有0.1至0.5微米。所以我哋需要戴一啲適當嘅口罩，先能夠擋到細菌同病毒㗎。好，跟住講返紅血球同埋關於血液嘅事情。血液咧，其實咧喺我身體入邊咧，唯一嘅液體嘅結締組織嚟嘅，唯一嘅液態嘅結締組織嚟嘅。血液當中咧有55%咧都係血漿，好似呢張圖入邊嘅橙色嗰啲部分。餘下嘅45%就係有形嘅成分，包括咗紅血球啦，包括咗白血球啦，包括咗血小板嘅。紅血球可能大家都知道啦，紅血球咧其實係幫助我哋去輸送氧氣去到身體各部分嘅細胞當中，然之後再吸收翻細胞放出嚟嘅二氧化碳去翻肺嗰度排翻出去我哋嘅空氣當中。如果白血球咧，大家都可能知道佢係擁有好多嘅淋巴細胞啦，同埋 T 細胞、B 細胞等等，係對抗一啲外來嘅入侵者嘅。究竟血型當中 A 型血、B 型血、O 型血同 AB 型血，究竟係頭先我哋所講嘅血漿啊、紅血球啊、白血球啊，定係血小板有分別呢？其實咧個答案咧就係紅血球嗰度有分別㗎。呢四種嘅血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喺紅血球嘅上面嘅一個糖嘅標記。呢個糖嘅標記喺四種嘅血型當中都係唔同嘅。第一種我哋要講嘅血型咧就係 O 型血。所有嘅血型咧喺O 型血入邊嘅糖，呢啲唔同顏色嘅糖咧都會有㗎。O 型血咧，佢係冇一個細胞嘅抗原㗎，所以如果佢接觸到 A 嘅血型或者 B 嘅血型咧，佢就會產生 A 嘅抗體同埋 B 嘅抗體㗎。所以 A 型血同 B 型血都唔能夠輸俾 O 型血嘅人。如果輸錯咗咧，係會令到佢發燒啦，有敏感症狀啦，然之後可能會導致呼吸困難啦，亦都可能會導致死亡㗎。所以 O 型血只能夠由 O 型血去捐翻俾佢嘅啫。A 型血咧，除咗 O 型血啲糖之外咧，多咗一個綠色嘅糖，叫做 N 乙醇半乳胺糖胺。呢個 A 型血咧，佢有 A 嘅抗原細胞抗原。如果輸錯咗 B 型血咧，係會產生 B 嘅血清抗體，會有發燒啦、發冷啦，同埋可能導致死亡嘅情況嘅。所以 A 型血咧，只能夠捐啊 A 型血嘅人先能夠捐俾 A 型血嘅人，同 O 型血先能夠捐俾 O 型血嘅人，A 型血嘅人嘅。B 型血咧，除咗 O 型血嗰啲糖之外咧，係多咗一粒藍色嘅半乳糖嘅。B 型血咧係有 B 嘅抗原，如果輸錯咗 A 型血落去咧，佢會產生 A 嘅抗體，
所以會導致發燒發冷，導致死亡嘅情況㗎，甚至。所以捐贈者咧，只有 B 型血同 O 型血先能夠捐俾 B 型血嘅人。AB 型嘅血嘅人咧，佢擁有 A 同 B 嘅抗原，所以咧，無論輸 A 型血同 B 型血俾佢咧，佢都唔會產生抗體嘅。所以所有嘅人都可以捐，唔同血型嘅人都能夠捐血俾 AB 型血嘅。好，大約咧，我哋知道唔同血型有咩分別？分別咧就係嗰個糖嘅標記，同埋唔同嘅捐贈者咧都有啲唔同嘅，唔係所有人都可以捐俾所有嘅血型嘅。好，大約我哋有呢個嘅區別啦，有呢個概念。血型係點樣遺傳嘅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父親同母親嘅血型咧，其實會影響下一代嘅血型嘅。呢張圖咧，好簡單咁樣俾你睇到一個嘅概念。如果父親嘅血型係 A 型血，即係啊左上方呢個嘅框框，而母親都係 A 型血嘅話，兩個嘅對偶基因都係 A 型血，當然佢就係 A 型血啦。如果父親嘅血型係 B 型血，母親嘅血型係 A 型血，下一代咧就可以係 AB 型血噶。如果父親係 O 型血，母親係 A 型血，AO 呢個對偶基因咧，O 咧原來係隱性嘅，所以 AO 呢個嘅對偶基因咧係 A 型血嘅。如果父親係 A 型血，母親係 B 型血，佢嘅下一代係 AB 型血。如果父親係 B 型血，母親係 B 型血，佢嘅下一代係對偶基因都係 BB 嘅時候，當然係 B 型血啦。如果父親係 O 型血，母親係 B 型血，O 係隱性，呢個對偶基因 B 同 O 就係 B 型血嚟嘅。如果父親係 A 型血，母親係 O 型血，對偶基因係 AO 嘅時候咧，O 係隱性嘅時候，呢個嘅下一代咧就係 A 型血。如果父親係 B 型血，母親係 O 型血，下一代咧個對偶基因係 BO 嘅時候，O 係隱性嘅時候，下一代咧就係 B 型血嘅。如果父親係 O 型血，母親係血型係 O 型血，下一代咧就係 O 型血嘅。好啦，有呢個嘅基本嘅概念之後咧，我哋就知道呢個嘅血型係點樣遺傳啦。跟住咧，我哋會睇下亞當夏娃有可能產生所有嘅血型係點樣可以造成嘅咧。好，咁我哋咧都去翻頭先張圖嗰度先。最有可能會產生晒所有血型嘅組合咧，就係左上角咧，我哋會睇到有 A 同 O 嘅對偶基因，呢個嘅 A 同 O 嘅對偶基因即係 A 型血啦。但係其實係會有 A 同 O 嘅基因嘅組合喺度噶。另外 BO 一個 B 型血同 O 型血咧，O 係隱性啦，所以呢個係 B 型血，但係其實佢嘅對偶基因入邊咧都係擁有 O 同 B 嘅組合嘅。亞當夏娃好有可能係一個兩個嘅唔同嘅對偶基因，即係亞當夏娃嘅血型，亞當或者夏娃嘅血型可以係 AO 嘅組合 A 型血，但係佢擁有 AO 嘅對偶嘅基因。亞當夏娃另外一個組合咧可以係 B 同 O 嘅組合，對偶基因嘅組合，但係 B 型血，但係擁有 B 同 O 嘅組合。A 同 O 同 B 同 O 嘅組合，下一代咧可以係 AB 型血啦，亦都可以係 AO，O 係隱性嘅時候，所以係 A 型血啦，亦都可以係 BO 型血，即係 O 係隱性嘅時候，BO 嘅組合就係 B 型血啦，同埋 OO，O 型血嘅組合。喺呢張圖入邊，我哋知道亞當同夏娃可以再有下一代，佢生嘅下一代亦都可以有再下一代㗎。喺張圖入邊咧，最多出現嘅基因因素等位因素嘅情況咧，就係最多係 O 呢個數字呢個嘅字母㗎，出現咗6次，而 A 咧
只係出現咗3次，B 咧只係出現咗3次。所以就住幾代嘅血型之後，O 型血嘅等位基因出現嘅頻率係最多嘅 O 型呢個嘅字母。所以出現嘅基因頻率幾代之後嘅血型最多咧，應該就係50%左近嘅。A 型血咧，我哋喺頭先睇到嘅情況咧，佢嘅頻率係低過 O 型血，係大約有25%嘅出現嘅頻率左近。B 型血嘅等位基因嘅頻率咧，都係25%嘅。除咗亞當夏娃會影響下一代嘅血型之外咧，我哋都知道挪亞嘅時代，佢哋出咗方舟之後，剩翻嘅就係挪亞同佢妻子啦，同挪亞三個仔同佢哋嘅妻子啦。所以佢哋咧都係呢種嘅組合，都係亞當夏娃嘅後裔，都係呢種嘅組合。所以幾代之後，佢哋嘅血型咧都出現嘅頻率咧，都係跟翻呢個 O 型50%，A 型血25%，B 型血25%嘅左近嘅情況嘅。幾代之後嘅血型係咪真係 O 型血嘅基因頻率係50%，A 型血係25%，B 型血係25%呢？我哋可以睇翻今日全球嘅血型分布，呢個係2025年全球血型分布嘅大約情況。我哋要知道血型嘅分布咧，亦都會受到究竟嗰對父母究竟有冇生下一代，或者定係生好多嘅下一代，呢都會影響個分布啦。另外，我哋知道佢哋可以移民去另外一笪地方，移民去呢笪地方嘅時候，如果係多啲 O 型血去一笪地方嘅時候，嗰笪地方就會多啲 O 型血嘅出現嘅。所以全球血型嘅分布大約就係 O 型血，約摸係37至到45%。呢個約摸咧都同我哋頭先估計幾代之後血型嘅出現嘅頻率咧係相若嘅。最多出現嘅地方係拉丁美洲、日本同非洲較多嘅。A 型血咧約摸就係25至35%。個基因出現嘅頻率咧，都係同我哋頭先估計嘅差唔多嘅。喺歐洲、北美洲較常見。B 型血咧係10至25%，個基因頻率都同我哋頭先預測嘅差唔多嘅。南亞、印度同中國較多嘅。AB 型血咧大約4至7%，日本、韓國較常見嘅。睇完全球血型嘅分佈之後，我哋再睇下香港嘅情況。就住紅十字會有捐血嘅人嘅血型嘅狀況，紅十字會咧做咗呢個嘅分佈嘅一個統計。香港血型分佈咧，O 型血咧大約係42.8%，都係最多嘅出現嘅頻率嘅，同頭先我哋所預測嘅係相若嘅。A 型血係25.8%，B 型血係25.5%，呢個都同我哋估計嗰個基因頻率出現嘅情況係相若嘅。AB 型血咧大約係5.9%，所以亞當同夏娃只要佢哋係一個 A 同 O 或者另外一個就係 B 同 O 嘅對偶基因嘅組合，就可以產生晒所有嘅血型。同埋幾代之後咧，嗰個嘅血型分佈咧，同我哋估計嘅亦都係相若噶。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要有唔同嘅血型嘅咧？唔係所有人相同嘅血型係最好咩？咁就唔會輸錯血啦，又唔會發熱、發冷，然之後呼吸困難而導致死亡啦，唔係最好咩？好，咁我哋咧都去探討下呢個嘅問題嘅。咁咧喺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院入邊咧，佢哋研究咗關於血型同疾病嘅關係。原來你唔同嘅血型咧，會決定你容易生什麼病嘅。例如 A 型血咧嘅人咧會較多懶型蛋白質，所以咧佢哋
好容易咧會血管咧好容易會塞塞地，會較容易會有心臟病同埋心肌梗塞。我咧都好似係A 型血嘅，咁咧我都係膽固醇係有啲高，亦都塞嘅，所以咧呢個咧都好似都同呢個嘅統計嘅情況相類似。O 型血咧係消化道容易有潰瘍、腸胃道感染嘅。B 型血咧容易膽固醇過高同埋有糖尿病嘅。AB 型血咧反而咧係好容易預防到高血壓同預防到膽固醇嘅。我都認識一位嘅朋友，嗱佢嘅膽固醇嘅數字都幾驚人嘅，但係咧佢做 CT scan 嘅時候都發現啲血管咧非常之通，完全冇血壓又非常之正常，所以我都好有可能懷疑佢係 AB 型血嘅。好，究竟點解要有唔同嘅血型呢？咁我哋咧都要知道，如果如果突然間有一種疾病，特別對於一種血型係有侵略性嘅，我哋知道 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同 O 型血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抗原嘅，所以咧佢哋對一啲入侵者可能會特別敏感，容易對抗。但係有啲血型咧，可能對於一啲嘅外來入侵者冇咁容易去對抗嘅。所以如果得一種血型，佢又好容易俾呢個外來入侵者好容易侵入嗰個對付嗰個抗原而唔能夠對抗嘅時間咧，所有人都會滅絕噶。所以神創造嘅時候係創造咗唔同嘅血型，令到我哋唔會因為一個外來生者對付一種血型而導致我哋全球人類都滅亡噶。所以神係非常之有智慧，創造咗唔同嘅血型噶。好，科學點樣證明血裏有生命呢？好，我哋大約都知道啦。血液咧係我哋身體入邊唯一嘅液態組織，唯一嘅液態組織係非常之重要嘅呢個液態組織。血液亦都稱為生命之液，生命之液。我哋大約知道紅血球咧係將肺入邊嘅氧氣運輸到每個一個我哋身體入邊嘅細胞，佢亦都會將細胞入邊排出嘅二氧化碳去返肺嗰度排出體外。血咧又會將小腸入邊通過絨毛吸收嘅營養，通過毛細血管入邊嘅血，我哋就可以運輸到身體各部分嘅細胞入邊。喺夏天嘅時候，我哋血管會擴張，增加多啲 surface area，令到我哋容易啲散熱。喺冬天嘅時候，血管會收縮，減少 surface area，令到我哋可以保持我哋身體嘅溫度。當我哋身體出現咗傷口嘅時候，我哋亦都有血液都有血小板去將嗰啲部分嘅血去凝結，令到我哋嘅傷口唔會導致好大量嘅失血。血液仲可以將我哋一啲唔要嘅廢料去排出體外，通過腎臟、肝臟，亦都我哋幫助我哋去解除一啲嘅毒素。所以冇咗血液，即係代表住喺身體入邊冇咗血液嘅運行，即係代表住我哋冇咗生命噶。所以血液喺我哋身體上面不斷咁運行，我哋先能夠生存噶。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噶。如果你需要去醫院復診，通常我哋係需要7日之前要去輸血，去抽血。抽血嘅時候，血咧其實入邊咧又可以驗血，可以俾我哋知道身體究竟發生咗咩事噶。有好多嘅 KPI 入邊
每個嘅環節，例如膽固醇有冇過高啊，都可以通過血液入邊，尿酸有冇過高啊，等等都可以通過血液去俾我哋知道。所以血液實在係生命之液，反映住我哋身體嘅狀況噶。所以醫生睇到我哋血液嘅狀況，就知道我哋患咗咩病噶啦。威廉哈維呢位英國醫生、實驗心理學嘅創始人之一、創造論嘅科學家，佢第一個人發現我哋嘅血液，身體入邊嘅血液係一個回路嚟噶。心臟將啲血液泵去身體嘅部分啦，然之後將一啲廢料咧泵翻去腎啊、肺啊，然之後再循環去帶翻其他嘅嘢去翻身體各部分嘅。佢嘅實驗咧係啊喺右手邊張圖嘅上面嗰度咧就係紮住一個嘅帶啦，令到動物嘅血唔能夠運輸翻去靜脈當中。佢發現咧，佢隻手咧會變成冰凍，因為冇血液去到手嗰度。如果將靜脈，即係藍色嗰條靜脈去唔俾佢繼續泵翻去心嘅時候咧，佢發現佢隻手咧會腫脹噶，所以佢就知道呢個一定係一個回路。動物嘅體內包括咗人體入邊嘅血液係一個循環嘅現象，證明咗心臟喺循環過程當中起作用。血液咧受到心臟嘅推動，沿着動脈血管流向全身各部分，沿着靜脈血管翻去心臟，一個環流不息。呢個測定心臟每一個嘅起搏咧，都喺度做緊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噶。其他嘅動物咧，都係有血液喺佢哋身體入邊噶，雖然係唔同顏色。例如雪冰魚，佢嘅血咧係透明噶；章魚嘅血係藍色噶；石龍子嘅血係綠色噶；甲蟲嘅血咧係黃色噶。所以每種動物咧，其實佢哋生存緊咧，都有血液喺佢哋生命當中。正如利未記17章11節咁樣講，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為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呢度咧好重要一個嘅概念，就係活物嘅生命就喺血入邊，所以一個死咗嘅生物咧，血係唔能夠循環。亦都係唔能夠再有營養空氣運輸到各個細胞當中，所以就死亡啦。我哋要贖罪，係因為呢啲生物、呢啲嘅牛犢、呢啲嘅羊喺以色列人過去嘅時間，佢哋獻祭嘅時間，因為呢個嘅生命能夠代替我哋嘅罪嘅一個嘅懲罰，所以能夠贖罪。但係我哋要知道，過去以色列人嘅呢啲嘅贖罪祭，並唔能夠真正將佢哋嘅生命贖回。唯一能夠將佢哋生命贖回嘅，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呢度講緊自己嘅血，就係主耶穌嘅寶血。只一次進入聖所，就成了永遠嘅贖罪之事，因為神係親自用佢嘅寶血遮蓋我哋嘅罪，呢個係永遠嘅贖罪，因為呢個係真實咁樣，神係赦免咗我哋嘅罪。既然藉着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所流嘅血，就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所以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嘅寶血係真實咁赦免咗我哋嘅罪，我哋再一次可以同神去
溝通去交流，係因着主耶穌親自用佢嘅寶血成就咗呢個嘅救恩，同埋同我哋之間嗰個隔絕嘅鴻溝，使我哋得着和平。現代科學證明咗利未記17章11節血裏有生命係真實，並且我哋唔使再好似舊約當中用山羊同牛犢嘅血，因為主耶穌已經用自己嘅血，只一次進入聖所就成了永遠嘅贖罪之事。今日呢個嘅新書發佈講座呢，就嚟到呢度。萬族血型真能源自一對人類，希望從呢個講座你都能夠明白到呢個係一個真真正正確實嘅事情，係可以㗎。如果大家對類似嘅 topic 都有興趣，例如萬族係咪真係嚟自亞當一本呢？究竟膚色，究竟基因又點樣睇呢件事情呢？語言我哋又應該點樣睇呢？我哋可能會知道有啲嘅族群會有紅頭髮，有啲嘅族群會有藍眼睛。點樣可以睇到係我哋都係同樣一本而嚟呢？呢本書《萬族一本聖經科學種族與文化》，內容非常之豐富，盼望你都能夠購買去認識更加多。喺香港書展期間，你可以去到基道攤位去購買，亦都可以書展之後去到基道書樓去購買。喺呢個嘅書展期間，佢哋都會有啲嘅特價嘅。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認識呢個題目更加多，藉住呢本書，藉住今日嘅講座。今日嘅講座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收聽。